今晚我懷着非無比嘅激動同埋感恩嘅心情，與大家聚首一堂，共同慶祝廠商會中學創校50週年嘅金禧校慶。50不僅係一個數字，亦都見證咗我哋半個世紀風雨兼備同埋輝煌嘅成就。喺廠商會嘅首長大力支持，同埋學校嘅校董會、落校監嘅領導下，同埋各位同事呢，我相信雖然我哋面對一個新嘅挑戰，一定會呢，仍然呢好似以往嗰50年將廠商會呢係辦得更好、更加輝煌。咁喺呢度呢，我預祝我哋廠商會呢蒸蒸日上，再創輝煌。校董會咧對我哋嘅支持咧係好強烈啦，另外有一種感覺咧就係話並肩而行，一起為學校咧創造未來。藉住咧我哋學校50週年嘅慶祝咧，咁希望亦都寄望周秀麗校長嘅帶領下邊，我哋嘅同事能夠砥礪前行，為教育事業更加努力，令到我哋嘅同學咧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最後祝各位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好，我謹代表廠商會向歷年嚟辛勤耕耘嘅校長同埋教職員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喺度亦都祝願廠商會中學今禧聖教創新領航，邁向下一個更加輝煌嘅50年。喺度祝在座各位身心康泰，今晚開懷團聚，情誼永固。多謝大家。